呛斗的是我们的高雄市原乡人艺术团樊雅。总台港的 CUG 哈和我们的高雄市原乡人艺术团呢，是由一群非常热爱客家文化艺术的好朋友所组成的哈。那你嘅团员呢，都係佢熱愛你嘅客家文化藝術哈，對我們的客家文化藝術推廣非常有熱情哈。跟熱情嘅提推廣你嘅客家文化藝術，同時呢，他們也聘請專業的歌唱以及舞蹈老師哈，每個禮拜呢都會固定的練唱這個客家歌謠以及舞蹈表演，同時呢也經常到外縣市哈，以及呢去做一個客家文化的交流哈。每家手書都有請哈，去到外縣市哈嚟做一個客家文化嘅交流哈。韓國呢，他們對於我們客家事務委員會所舉辦的活動哈，每次呢都是熱情的參與哈。禮拜呢每位家手哈熱情嘅參加我哋高雄市客家地盤嘅擺攤哈。那今天呢，他們也是同樣哈，要帶來2首好聽的歌曲哈。待會呢，第一首是唱歌哈，很多人聽一首就會跳舞哎哈。好，待會呢，第一首歌曲會為大家帶來的是這個採茶情歌哈，會衝過本台港的哈，好聽一首就會跳舞了。3號位呢，我們就邀請大家用熱情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高雄市原鄉人藝術團為大家帶來的我們的採茶情歌。
嘅千座上感謝因呢嚇，帶來提嚟採茶情歌，採茶情歌。好，三下嚟呢會為大家嚇帶來跳舞嘅表演嚇，舞蹈嘅表演，也是歌曲呢叫做港田阿哥雜茶妹。啊，今日呢，我哋嘅團員嚇，高雄市年輕人藝術團，昨天將嘅三副嚇，很多呢帶點禮貌嚇，帶着我們的斗笠，以下為大家帶來的這首歌曲叫做《港田阿哥雜茶妹》，稍後嚟再擺眾賞歡迎，掌聲歡迎。再拜眾煞感謝。